呢一集會講解2017年 DSE Geography MC 第31題。有咩方法可以 reduce soil erosion 減少土壤侵蝕？選項一 multiple cropping 複種就係種2種或以上嘅植物，唔同植物有唔同收割嘅時間。當一種植物已經被收割嘅時候，仲有剩翻落嚟嘅植物有根部喺度捉實啲泥土，減少啲泥土俾水或者風吹走咗。選項2 drip irrigation 水滴灌溉係可以減少 soil erosion，因為 drip irrigation 係逐滴逐滴嘅水滴落去個泥土入邊，唔似啲傳統式一紮水咁淋落去。當有好多水嘅時候，就有機會有 surface runoff 地表徑流去沖走啲泥土，所以 drip irrigation 可以減少 soil erosion 嘅機會。選項3 mulching 地膜覆蓋就例如有個膠袋喺度遮住啲泥土，可以減少喺泥土嘅水分蒸發，啲泥土繼續有水分就可以黐埋一齊，減少 wind erosion 嘅機會，即係少啲土壤侵蝕。所有選項啱嘅答案係 dog。